奖给马库米亚，欢迎。主持人、评审老师以及现场各位爱唱歌、爱听歌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10号王奇玉，带来的歌曲是许富凯的《问奖给马库米亚》，谢谢。 少年家，少年家，才早就要走，是一间伤无聊，也是厝内囡仔咧哭。看你一箍烟头，伫社会甲人走跳，人情世事，着爱顾到到。阿伯啊！ 阿伯啊，哪会无伫咧厝泡茶？厝内外口甲人拼屈势，唔通坐客停车来到几百块，煞坐救护车，予人扛去买，这是阮奖的。 小姐，这是现实的社会，唔通怨天怨地，怨无钱的老爸。咱有用钱去美国读大学，咱想去哪都有青春的马蹄，这是阮奖的。 请你唔通交回去，较早我的小弟嘛叫我红